你说到处都找不到林沃，怎么办呀？他应该不在医院。哎呀，可是他这么晚能跑到哪儿去啊？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找。好。林沃不见了。 他刚刚淹了水，有点发烧，先让他好好休息吧。爸爸，是我把口水打的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，别想容，别冲动。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了？掉水里了。他怎么会掉水里呢？我不知道，他就往泳池里跑。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会照顾好他，不用你操心。要不，高山，你先回去吧。林沃最近的情绪也不好，我怕他醒来见到你，他又会难过。照顾好他。别再了烦。